10以內嘅加法咧，我哋可以用2個十格框咧嚟幫手嘅。咁等小朋友咧可以直接去操作呢一個嘅加法嘅過程。例如有4粒深深朱古力同2粒嘅白色朱古力咧，我哋想知道總共有幾多朱古力喺度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喺第一個框度首先擺咗4粒深深朱古力啦，然後喺第二個十格框度咧就擺2粒白色朱古力喺度啦。咁然後個加法嘅動作咧就係將下邊嘅框咧嘅朱古力嗰2粒白色朱古力咧就推向上邊嘅第一個嘅十格框裏邊，咁然後咧就可以得到答案。咁而呢一個嘅同時咧，我哋可以幫小朋友咧一齊去數一數咧，就用接續數數嘅方法咧，就係由原本4粒深深朱古力咧，然後接續數4、5、6而數出咧，呢一個咧係6個朱古力啦，咁樣樣。咁而呢一個嘅用2個十格框嚟做嘅加法咧，雖然喺呢一度咧只係應用喺10以內嘅加法啦，咁事實上咧喺18以內嘅加法咧，我哋直情都可以直接咁樣應用呢個運作嘅方式咧，去俾小朋友理解18以內嘅加法嘅。